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，真侪台语歌拢唱到感情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感，感的意思就是讲因为外口的刺激，心内有反应，像咱讲感心、感谢、感动。另外就是因为为了镜头，咱就讲去感到或者是感染，某人直接讲感冒就是风邪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读做肉感，一个意思是讲一个人肉在肉在，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讲一个人穿真少，穿差真清凉。第二个词博感情，这个意思是讲人和人的来去交陪，互相信任，互相接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要和新明也有信徒博感情，有个公庙伫闹热的时，就会请穿差真肉感的查某囡仔来跳舞。即嘛性别平权的观念已经愈来愈进步，应该嘛要请到汉草真好的查甫囡仔来跳舞，你感觉啥款？今日小解这一日感提供予大家参考。